虽然圣诞节拄过，不过伫个岁末年中，台南市嘉温幼儿园上午伫个园长甲老师的带领，伫个园区内每一位小朋友又唱又跳，充满欢喜欢乐的心，希望帮助创世植物林的家庭会用个温暖过好年。台南市嘉温幼儿园伫个园长陈春凤的带领，当年来支持创世基金会岁末年终的活动。今年第34届韩式吃饱的活动将起跑，园方嘛特别发动老师、小朋友甲家长共同捐赠红包。今年总共募集7万块的爱心红包，希望帮助弱势植物人的家庭。感谢创世基金会给我们嘉恩幼儿园这个机会。那每一年在年冬这个时候，我们都希望能够送卵到每一个植物人的身上，或者是韩式的那个。那我们都非常响应这个活动，也很感谢所有的家长的资源跟小朋友愿意把他们的经费捐出来。那孩子会把他平常的零用钱把它捐赠出来，来帮助我们一起做这件善事。我觉得孩子从小的教育非常的好，我们就希望借由孩子从小去训练孩子懂得去帮助别人回馈别人。好，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创世基金会目前全台设有17间安养院，服务将近800位的植物人。台南的部分有60位，离到宅服务大约有200个家庭，离送礼到厝帮助韩式甲植物人的家庭，每一份慈爱年礼是700块，离过年的红包500块。创世基金会嘛欢迎热心的民众共同来响应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